真係估無到，一個拍咗咁多套《家有適時》，帶俾香港人咁多歡樂嘅開心鬼，林老竟然會搞到晚節不保，甚至要行上法庭等候判刑。聽到黃百鳴呢個名，大家第一時間一定會害起每年新年都要翻睇嘅賀歲片，或者係陪伴幾代人成長嘅新藝城電影公司。但係呢位今年已經79歲嘅香港電影界大亨、金牌監製兼導演，最近竟然因為一單震驚商界同娛樂圈嘅詐騙案而被裁定罪名成立。最令人西呼嘅係，佢無單止涉嫌喺公司上市同交易過程入面，透過各種手段瘋狂套現咗4億8600萬港元，甚至連自己嘅親生妹妹都冇放過，將對方捲入呢場金錢風暴入面，真係親兄妹都冇情講。喺法庭上面，當法官宣讀完罪名成立嘅那一刻，呢位昔日喺影壇呼風喚雨嘅大佬面色蒼白，成個人好似老咗10歲咁。為了爭取輕判或者緩刑，他的辯護律師在求情的時候，竟然爆出了一個震撼談，話黃百鳴其實已經身患絕症，確診咗癌症，目前正喺度接受緊化療，身體狀況極度惡劣，希望法官基於人道理由可以網開一面。消息一出，成個香港娛樂圈同埋一班又係睇佢電影長大嘅觀眾都卡然，大家心入面都有同一個疑問。一個一試名利雙收，要錢有錢，要地位有地位嘅影壇教父，究竟係點樣一步一步行到今日呢個地步？點者去到古稀之年，仲要冒咁大嘅風險去觸犯法律，係因為貪星，定係背後有的不為人知嘅苦衷同埋財政危機？今日呢條片，我哋就由頭到尾，清清楚楚咁幫大家梳理一下成件事嘅來龍去脈，由佢當年點樣由一個銀行職員變成影壇巨頭，到後來佢創立嘅東方娛樂同埋天馬影視經歷咗的乜嘢變故，再到近年佢喺資本市場上面嘅瘋狂操作，甚至係點樣將親妹妹推落火坑，我哋會用最真實嘅客觀資訊帶大家睇清呢場涉及4億8600萬嘅金錢遊戲背後到底隱藏咗幾多貪婪與無奈。要了解黃百鳴點者會行到今日呢一步，我哋首先要將時間撥返去幾十年前，睇下佢係點樣建立起自己嘅電影王國。黃百鳴後生嘅時候，其實並無係一開始就做電影。佢喺1960幾年嗰陣，只係一個喺銀行返工嘅普通文員，每日過住朝九晚五嘅生活。但係佢心入面一直有個編劇夢同埋演藝夢，於是佢收工之後就走去搞業餘劇團，寫劇本、做導演，甚至自己上台做埋演員。去到1970年時代，佢加入咗電視台做編劇同演員，慢慢喺行內累積咗一啲名氣。不過，真正令佢命運發生翻天覆地改變嘅，係去到1980年。嗰年佢同麥嘉、石天兩位志同道合嘅電影人，共同創立咗傳奇嘅新藝城影業有限公司。講起新藝城，只要係經歷過香港電影黃金時代嘅朋友，都一定會知道呢個名代表咗啲乜嘢。當時佢哋3個人，再加上後來加入嘅徐克、施南生、曾志偉同埋泰迪羅賓，組成了名震一時嘅新藝城7人創作小組。呢個小組喺麥嘉屋企嘅密室入面，每日由夜晚傾到第2日天光，撞出咗無數極具創意嘅橋段。喺整個1980年代，新藝城直情係香港電影票房嘅保證。由黃百鳴親自編劇同主演嘅《開心鬼》系列，用極低嘅成本收穫咗上千萬嘅票房，即情創造咗一個奇蹟。之後嘅最佳拍檔系列、亞郎的故事、英雄本色等等，全部都係叫好又叫座嘅經典。當時嘅黃百鳴意氣風發，可以話係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佢嘅編劇才華同埋對商業市場嘅敏銳觸覺，令佢成為咗香港電影界舉足輕重嘅大老闆。但係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去到1991年，因為股東之間對公司發展方向有無同意見，加上利益分配嘅問題，新藝城最終宣告借體。不過黃百鳴並冇因此而停落嚟，佢好快就自己創立咗東方電影製作有限公司。喺1992年嘅黃金檔期，佢推出了由莊國榮、周星馳、黃百鳴等人主演嘅《家有適時》。呢套戲以4899萬港元嘅票房，打破咗當時香港電影最高票房紀錄。自此之後，
黃百鳴同賀歲片這五個字就死死咁綁埋咗一齊。每逢農曆新年，香港人去戲院睇黃百鳴大團圓結局嘅電影，好似變成了一種新年習俗。隨住時間推移，去到2000年代，香港本土電影市場開始萎縮，好多電影人都面臨轉型。黃百鳴絕對係一個好精明嘅生意人，佢好早就睇準咗內地市場開放嘅商機，開始北上搞合拍片。最成功嘅例子，莫過於由佢監製、甄子丹主演嘅葉問系列。呢個系列無單止喺香港大賣，喺內地更加係執到風生水起，賺到盤滿缽滿。去到2012年，黃百鳴將自己旗下嘅天馬影視文化控股有限公司成功喺香港交易所創業板上市，隨後更加轉埋去主板。喺我個時候，佢喺外人眼中依然係一個家庭幸福、事業有成、坐擁無數資產嘅成功人士。既然佢一世都咁順風順水，賺咗咁多錢，點知去到晚年反而會行錯路，搞到要打官司甚至定罪呢？呢個就要由佢將電影王國轉化為資本市場提款機嘅過程講起。好多人以為拍電影好賺錢，但實際上電影投資風險極高，拍10套可能得1、2套大賣，其餘嘅都係平手或者實磅。黃百鳴雖然係個出色嘅監製，但去到2010幾年之後，佢發現拍戲嘅回報率已經無及以前，加上年紀堅大，體力同精力都開始跟唔上。相反，如果利用上市公司的平台在資本市場做財技、搞炒作，賺錢的速度比辛苦演戲、拍戲快得太多。據法庭透露嘅案情顯示，成件事嘅導火線係源於幾年前一宗涉及上市公司股權轉讓同埋資產重組嘅複雜交易。當時黃百鳴控制嘅公司涉嫌喺多宗中港兩地嘅影視項目投資同埋物業交易入面，向股東同公眾隱瞞咗關鍵嘅財務資訊。簡單的講，佢利用咗一絲表面上看似合理嘅商業收購同埋股份配售，實際上係透過人頭賬戶同埋海外空殼公司進行左手交右手嘅操作。喺呢些操作之中，他成功將公司內部嘅大量資金轉移走，並且喺股價高位嗰陣悄悄咁減持自己手上嘅股份。根據主控官喺法庭上出示嘅會計審計報告，黃百鳴透過呢一系列眼花繚亂嘅資本手段，合共非法套現咗高達4億8600萬港元。4億8650，呢個絕對無係一個係數目，對於好多普通人來講，呢個直情係天文數字，幾世人都賺無到。但係對於一個已經70幾歲嘅富豪來講，要咁多現金嚟做乜嘢呢？根據一絲接近聆訊嘅消息人士透露，黃百鳴近年喺內地投資咗一啲大型嘅影城項目同埋房地產開發。大家都知道呢幾年房地產同實體經紀嘅情況，好多大型項目都出現咗資金鏈斷裂嘅問題。黃百鳴表面上風光，但實際上背後背負住龐大嘅債務同埋利息壓力。為了填補內地投資嘅無底深潭，佢不惜鋌而走險，利用香港上市公司嘅流統，進行咗呢次瘋狂嘅套現計劃。如果話喺商場上面玩弄財技、坑害股民，係因為生意人嘅貪婪同殘忍，咁樣佢連自己嘅親生妹妹都拉落水，就真係令到好多人覺得無法接受，直情係人性嘅悲劇。喺呢場涉及4億8600萬嘅詐騙同洗黑錢案入面，黃百鳴嘅胞妹扮演咗一個極其無辜但又關鍵嘅角色。黃百鳴嘅妹妹一向好信任呢位做大老闆嘅阿哥，由細到大都覺得阿哥係家族嘅驕傲。當黃百鳴同佢講，因為公司業務需要，想自用佢嘅名義開幾個銀行戶口，並且簽收一絲商業文件嘅時候，妹妹完全沒有起疑心。出於對親人的盲目信任，妹妹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簽署了大量授權書以及股權轉讓協議，而黃百鳴就正係利用咗妹妹名下嘅呢些戶口，作為轉移嗰筆4億8600萬非法資金嘅中轉站。當執法部門收到舉報，展開深入調查嘅時候，順藤摸瓜，好快就查到去妹妹嘅戶口。妹妹直到被警方拘捕帶返警署協助調查嘅那一刻，佢都仲係一頭霧水，完全無知自己已經變成了阿哥洗黑錢同埋詐騙嘅幫兇。雖然喺法庭審訊過程入面，
證據顯示微妹確實對核心嘅詐騙計劃不知情，大部分時間都只是被阿哥利用。但因為佢親手簽署咗那些具法律效力嘅文件，名下戶口又有大量不明資金流動，佢依然要面對法律嘅制裁同埋漫長嘅官司折磨。據知情人士透露，妹妹因為呢件事大受打擊，精神幾近崩潰。佢萬萬冇想到，自己最尊敬、最親近嘅阿哥，竟然會迷咗自己嘅利益，將親妹妹推去做替死鬼，推入呢個萬劫不復嘅深淵。兩兄妹嘅關係自此徹底破裂。喺法庭上面見面嘅時候，更加係視同陌路，連眼神接觸都冇，真係令人睇到都覺得心寒。案件經過咗漫長嘅審訊，控方出示咗成千上萬頁嘅銀行流水賬目、公司會議記錄以及證人供詞。面對鐵一般嘅事實，儘管黃百鳴聘請咗全香港最頂尖嘅資深大律師團隊為自己辯護，但依然無法掩蓋其違法的事實。法官在宣判的時候明確指出，黃百鳴作為上市公司的主要股東兼管理層，本應恪守商業道德，保障廣大投資者嘅利益，但佢卻利用自己嘅影響力同埋複雜嘅商業架構，為了一己私利，進行大規模嘅欺詐行為。涉案金額巨大，情節非常嚴重，嚴重破壞咗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嘅誠信基石。因此，裁定許多項欺詐、串謀詐騙以及洗黑錢罪名全部成立。當罪名成立呢4個字喺法庭上響起嘅時候，成個旁聽席一片寂靜。黃百鳴低埋頭，雙手微微發抖。呢位曾經喺銀幕上帶俾無數人歡笑、拍過無數喜劇嘅泰斗，那一刻，佢人生嘅下半場正式變成了一場無法挽回嘅悲劇。而喺隨後進行嘅求情環節入面，辯方律師拿出了厚厚嘅醫生報告同埋化驗單，向法官透露了一個一直被隱瞞的秘密：黃百鳴患上了癌症。根據律師嘅說法，黃百鳴喺大約1-2年前就已經喺一次常規身體檢查入面確診患上咗中晚期嘅癌症。那段時間以來，佢一邊要應付繁重嘅官司，一邊要偷偷地面對病魔嘅折磨。私底下已經做咗多次化療同放射性治療。因為年事已高，加上藥物嘅副作用，佢嘅身體機能已經嚴重衰退，目前需要定期去醫院復診同埋接受密集式嘅治療。律師喺求情時聲淚俱下，表示黃百鳴今年已經79歲高齡，人生已經行到去尾聲。佢本身對香港電影業做出過巨大嘅貢獻，培養過無數影壇新人，帶俾香港社會好多正能量。如今喺深知自己犯錯，亦願意承擔法律責任，但考慮到佢嘅身體狀況，如果將一個79歲患有重病嘅老人關進監獄，對佢來講無異於宣判死刑。律師懇求法官能夠網開一面，看喺佢過往嘅貢獻以及現時嘅健康狀況，給予寬大處理，免除監禁或者判處反刑，等佢可以喺餘下嘅日子入面安靜咁接受治療。聽完求情之後，法官表示需要時間詳細閱讀相關嘅醫療報告，並且研究過往類似案例，因此決定將案件押後宣判。黃百鳴暫時獲准以巨額保釋金保釋外出，但期間不得離開香港，要交出所有旅遊證件。當黃百鳴喺保釋後走出法院大門嘅時候，外面一早已經擠滿咗全香港各大媒體嘅記者，無數嘅閃光燈係咁閃，麥克風直情塞到去佢面前。以前嘅黃百鳴面對傳媒總是笑臉迎人，講話風趣幽默，充滿自信。但呢一日，佢戴住個大口罩，頭上戴住頂鴨舌帽，試圖遮掩住因為化療而掉光秀髮嘅頭部。佢眼神空洞，身形消瘦，喺幾名保鏢同埋助手嘅攙扶之下，步履蹣跚咁行上7人車，期間一言不發。佢腳回答任何問題，看着佢離去嘅背影，好多在場嘅資深娛樂記者都忍不住咁對：真係人生如戲，係如人生。邊個會想到一個寫咗一世喜劇劇本，設計咗無數大團圓結局嘅金牌編劇，最後竟然幫自己寫咗一個咁樣嘅人生結局。黃百鳴嘅呢場人生悲劇帶俾我哋好多深刻嘅反思。首先係關於對金錢嘅貪婪。古人話知足常樂，黃百鳴擁有嘅財富同名譽
已經是99%的人一世都期望唔到嘅。佢有豪宅，有跑車，有社會地位，子女亦都各有成就。去到佢呢個年紀，本應該係喺屋企含飴弄孫，頤養天年，或者繼續做一啲慈善工作，留個美名俾下一代。但可惜嘅係，權力同金錢往往會令人迷失。當你習慣咗喺資本市場動輒幾千萬幾億咁樣玩弄數字遊戲嘅時候，你就好難再腳踏實地返去拍電影，亦好難對金錢保持清醒嘅頭腦。為了填補更大嘅慾望黑洞，或者為了維持表面上虛無嘅風光，佢選擇咗踐踏法律嘅公線，最終賺返嚟嘅錢帶冇走，反而將自己一世建立嘅名譽、信用全部賠了進去。其次係關於親情嘅背叛，喺呢件事上面最令人痛心嘅無係佢實行詐騙咗幾多錢，而係佢為咗自保，竟然將自己嘅親生妹妹當成工具。兄弟姊妹本是同根生，血濃於水。妹妹出於信任，毫無保留咁支持阿哥，結果換嚟嘅卻是利用與背叛。假中精神上嘅傷害，往往比物質上嘅損失更難愈合。金錢冇咗可以再賺，但親情一旦破碎咗，就再都冇辦法修補。最後就是法網恢恢，疏而不漏。香港一直以來都係一個法治社會，無論你以前嘅身份有多顯赫，無論你對社會做出過幾多貢獻，只要你觸犯咗法律，就不需要接受法律嘅裁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無會因為你係名人或者富豪，就可以享有特權。黃百鳴嘅經歷，可以話係俾所有正在名利場中追逐嘅人，敲響了一個沉重嘅警鐘。無論身處幾高嘅位置，都一定要對法律、對道德保持一顆敬畏之心。而家大家都在等待法庭嘅最終判決，究竟法官會考慮到佢79歲嘅高齡同埋癌症病情，給予人道主義嘅寬大處理，定係會彰顯法治公義，依例判處監禁？呢一切都有待法庭給出最後嘅答案。但無論結果如何，黃百鳴晚節不保呢個事實已經無法改變。佢用咗大半世時間拍出嚟嘅開心鬼同家有嗇時，以後每逢新年大家再翻睇嘅時候，心入面可能都會多咗一份唏噓同感燈。昔日嘅影壇巨頭，如今落得個對簿公堂、親人反目、病魔纏身嘅下場，實在令人扼腕。